出埃及记第3章，上帝呼召摩西。摩西替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过羊，伊带羊群入去旷野的西边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上主的使者伫刺皮的火焰中对伊显现，伊注意看到刺皮互火烧，毋过刺皮无烧去。摩西心内想讲，我着越过去遐看即个奇怪的景象，是安怎刺皮无烧去？上主看到摩西越过来要看，上帝就对刺皮内面叫伊，讲：摩西，摩西。摩西应讲：我伫遮。上帝讲：你毋通阁惊我来，得甲你的话藏起来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神圣的地。伊阁讲：我是你的祖先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就遮伊的面，毋敢看上帝。上主讲：我确实有看到我的子民伫埃及所受的苦楚，有听到因受毒工压迫所发出的哀叫，因的痛苦我拢知。但我要落来解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带因离开迄个地，去肥水佮宽阔、流恁佮密的地，就是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利人、亚布斯人遐个族的所在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叫已经透到我的耳孔，我嘛有看到埃及人安怎压迫因。但你着去，我要派你去埃及王遐，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。摩西对上帝讲：我是啥人？哪敢去见埃及王，带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？上帝讲：我会甲你同在，这是我派你去的证据。你带我的子民对埃及出来了后，恁就来这个山敬拜上帝。摩西对上帝讲：我去以色列人遐，对因讲，恁列祖的上帝有派我来恁遮。因若问我讲，伊叫做什么名，我要安怎甲因应？上帝对摩西讲：我是自有永有的，你得甲以色列人讲，自有永有的派我来恁遮。上帝佮甲摩西讲：你得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，上主恁列祖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派我来恁遮。这个永远是我的名，世世代代做我的称呼。你去调集以色列人的长老，甲因讲：上主恁列祖的上帝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对我显现，讲：我实在眷顾恁，恁伫埃及拄着的事，我拢有得关心。我一定要救恁脱出伫埃及受的艰苦，带恁去到迦南、赫、阿摩利、比利洗、希利、亚布斯遐个族徛起的所在，就是流恁甲密的地。以色列人会听你的话，你甲因的长老着去见埃及王，甲伊讲：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有对阮显现，但请温存阮行3日的路程，去旷野对上主阮的上帝献祭。我知，若无用强烈的手段，埃及王袂互恁离开。我要出手，行奇事攻击埃及，安尼伊才会放恁离开。我要互埃及人好款待这个人民，袂互因空手离开。恁逐个妇人人要对厝边以及寄居伫遐的妇人人讨金器、银器甲衣服，通互恁的后生查某囝用。安尼，恁就甲埃及人的财物抢来。